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MasterPicks 嘅 Strategy 介紹系列。今日我哋嚟傾下 MasterPicks 獨創嘅策略指標系列之趨勢強弱偵測指標。你可以喺左側嘅 Strategy Scanning 中揾到呢一道指標，並點擊右側嘅問號按鈕，即可查看策略介紹同埋用法。呢套指標把市場拆成3條線：主力線、趨勢線、散戶線。一條綠色錢袋箭頭等於主力真金白銀進場，黃色棱形等於散戶開始瘋狂湧入，紅綠柱狀圖直接話俾你哋邊個係用力，邊個喺用力過頭。3線排列，一眼睇穿市場強弱，真正做到跟莊不跟散。信號識別超簡單，綠色錢袋加紅柱擴張加主力線安上穿，趨勢線主力開幹，立即上車。黃色棱形出現喺高位，散戶接盤俠到場，準備跑路。主力線低於趨勢線，低於散戶線，空頭排列，空倉或反手做空。風險控制一句話搞定。綠色錢袋後40%負50%倉位進場，回調主力線附近加到80%。主力線跌破趨勢線先減30%，三線完全空頭排列，直接清倉，只選硬切主力線破前期低點5%，絕不拖泥帶水。呢次我哋以美股 INTC 英特爾為例，喺技術指標功能中點擊趨勢強弱偵測指標之後，可以睇到2025年以嚟，此指標喺 INTC 出現多次買入點同埋散戶入場點，信號密集但準確。9月18號，英偉達宣布入股，英特爾帶嚟嘅利好更係可獲超35%嘅漲幅。此後嘅散戶入場信號亦都係最佳離場點。呢個指標喺 INTC 處嘅勝率高達88.9%，成段操作完全跟住主力線食肉，跟住散戶線跑路。此外，趨勢強弱偵測指標亦都能夠作為選股指標，喺我哋嘅 Strategy Scanning 中出現。點擊 Strategy Scanning，選擇趨勢強弱偵測指標，系統默認篩選出市場裏近25日出現過此策略指標嘅所有股票列表。同樣，你亦都可以自行調整呢個時間區間嘅長短。快嚟體驗 MasterPicks 嘅技術指標同 Strategy Scanning 功能，鎖定我哋嘅頻道。我哋盡快更新下期 Strategy 介紹，敬請關注大師精選，穩賺高點。